大家好啊！今次呢條片將會同大家去一去廣州同埋湖南之間嘅旅遊景點雲冰山。其實呢條片都已經拍咗好耐㗎喇，甚至乎我曾經都做過直播，不過一路以來都冇時間剪片。咁今次啱啱買咗個新咪，咁我就試下將自己把聲套入去呢條片之中，做一個旁白。睇下大家覺得呢個表達方式會唔會好睇啲？其實去雲冰山之前，我哋已經喺廣州玩咗2日。咁玩完之後，我哋就由廣州出發，向雲冰山之前嘅連州出發。由廣州去連州基本上都要差唔多2個鐘，所以我哋會經過幾個休息站。因為連州係一個比較3、4線嘅城市，所以我哋喺廣州玩嗰2日，咁就 book 咗一間比較好少少嘅酒店 W Hotel。咁就係咁以影下間房俾大家睇下啦。有2張床，一張就我同老婆，另一張就俾個仔瞓嘅。因為咁啱住 W Hotel 嗰2日撞啱阿仔生日，所以我哋就叫咗佢佈置成一間有生日嘅房間俾我哋慶祝。再行過少少就係廁所同埋浴室。而家響大陸好多比較有規模嘅酒店都已經轉咗用電子瓷板，十足十日本仔咁樣。不過我同老婆就唔係太喜歡呢一種設計。廣州 W Hotel 其實係位於天河區附近，所以嗰度比較多商業樓宇，同埋個城市規劃同設計都比較新。響市區行咗陣，夜晚我哋就去咗大鴿飯嗰度食夜晚嗰餐。大鴿飯係我哋近期一間比較喜歡嘅食乳鴿嘅地方，我覺得仲好食過中山嗰邊。佢哋門面裝修同埋設計亦都好有氣派，咁其實都好多人喜歡嚟呢度食嘢嘅。第2日我哋就去咗上下九路步行街嗰邊行。可能由於時間比較早，所以其實街上面都冇乜行人。你話有乜幾可上下九路完全係冇人嘅？嚟得上下九路步行街，咁當然一定要嚟陶陶居飲返杯茶啦。陶陶居依然係廣州市最出名嘅茶樓之一，不過佢哋啲點心就已經貴咗好多，同埋我哋點餐都需要用手機去配合。一籠點心而家都唔平啊，都至少20-30蚊。可想而知，內地通脹都已經高咗好多。
飲完茶，我哋就出去周圍行下，之後就攞返自己架車，開車去呢個鐵路博物館。鐵路博物館其實位於廣州市荔灣區天佑醫院附近。咁其實我就將架車泊咗喺天佑醫院前邊嗰個公眾停車場嗰度，行過去大約10分鐘左右啫。廣州鐵路博物館其實原本係一個火車站，不過後來政府將火車站改建成為一個博物館，並且將好多舊嘅火車頭安置咗響呢個火車博物館之中。呢個博物館就真係最啱一啲喜歡火車嘅小朋友同埋大人，基本上都可以消磨半日。我記得細個就曾經搭過呢一部火車返廣州。博物館甚至乎將一啲舊有嘅蒸汽火車頭擺咗響博物館之內，大家可以隨便影相。呢度所有火車頭都已經退咗役，同埋好多車卡都係以前我哋細個嗰陣時曾經使用過。對於一啲小朋友嚟講，可能都會覺得幾新奇。除咗可以參觀室外嘅展館，睇下啲火車頭同車卡之外，另外博物館亦都預備咗一個室內展館，可以俾遊人去參觀。如果怕曬嘅，就可以入嚟呢個展館度涼下冷氣同埋避下太陽。另外展館裏邊亦都擺設咗好多珍貴嘅圖片。哇！有啲基本上都唔知係咩嚟嘅。如果大家鐵路迷知道係啲咩嚟嘅，不妨留言話返俾我知。呢個就係以前鐵路嘅價錢表。仲有好多年代唔同嘅火車時刻表。呢埲牆就擺設咗好多車廂上面嘅目的地，
我梗係影返啲同香港有關嘅目的地站牌啦。去完鐵路博物館，我哋就去咗山姆保琴。廣州其實都有幾間山姆，我哋特登開車去咗天河區嗰邊嗰間山姆，睇下同珠海嗰間山姆有啲咩唔同。裏面啲擺設其實大家都係差唔多，一式一樣，貨品種類亦都係差唔多，所以如果唔想喺珠海逼，大家可以試下，不妨去廣州嗰間山姆睇下。經過咗2小時嘅車程，入下油啊，去下廁所啊，好快我哋就去到連州啦。講開入油，而家喺香港入油真係貴得緊要成30幾蚊一升，冇乜必要我都唔會喺香港入油。而家每次港車北上，我都會喺香港入咗油先再返嚟。我部 Fit 仔喺香港打爆一個缸要成1000蚊左右。喺大陸入油打爆缸只需要300蚊唔使，俾着你會喺香港定係大陸入油呢？由清遠上連州大約需要再多2個小時左右嘅車程，咁中間其實都仲有好多服務區。我哋通常就會喺服務區裏邊休息下，買下嘢食，去下廁所咁樣。
行下食下傾下偈，其實好快就會到達目的地，冇想像中咁辛苦。經過大約2小時嘅車程，我哋就到咗廣東省差唔多最北嘅其中一個城市連州。唔好睇連州好似一啲3、4線城市，其實每逢大時大節，佢哋都有好多車同埋好多人。我哋一到達目的地，就首先 check in 咗酒店，安頓咗行李之後，就去市中心周圍行下。你哋睇下市中心幾鬼多車，塞死晒，所以冇乜必要，我哋都唔會喺市中心揸車，用2隻腳行路，可能比揸車仲快。我哋到達連州嗰日啱啱撞正新年，所以好多鋪頭都休息冇開。我估計如果唔係新年或者假期，應該呢度都會好熱鬧。我哋大約行咗半個鐘之後就到咗維光塔，不過去到景點佢又冇開，唯有沿路行返轉頭去另外一個景點。呢個就係劉禹錫紀念館。想當年我記得讀中國文學嗰陣時，都有讀過好多劉禹錫嘅作品。哇！嗰陣時佢被貶連州市都幾慘啊！我哋響劉禹錫紀念館附近行咗一陣，基本上冇入去紀念館裏邊，主要係因為想保留體力，因為第2日仲要上雲冰山睇冰。雖然連州市唔係咩大城市，但係其實成個市都好多車同埋好多人，同埋司機嘅駕駛態度都比我想象中好。因為我哋成家人本身都係玻璃肚，所以雖然見到街上面好多熟食小販，我哋都唔係好敢買嘢嚟食。對面金色呢間大廈就係今次我哋喺連州市 book 咗嘅維也納字號酒店。雖然維也納呢個品牌喺內地都算幾出名，但係對於我哋呢班香港人嚟講，其實佢哋都係麻麻地。最大問題就係佢哋房裏面嘅煙味好重，應該下次有機會都唔會去住呢度。食嘢方面，雖然佢都好多小食檔，但係頭先我都有提過，因為我哋係玻璃肚，所以我哋都唔係好敢食街邊檔嘅食物。最後我哋行咗去斜對面嗰間大商場度。地下仲揾到間披薩盒，每次港車北上，我哋一揾唔到嘢食，就通常會有2個地方可以選擇，一就係披薩盒，另一間就係肯德基家鄉雞。反而麥當勞響內地冇呢2個品牌咁受歡迎。食完嘢，我哋就慢慢行返去酒店休息。入夜之後，連州市忽然間好似冇晒人咁，都幾神奇。拍攝時間大約係晚上7、8點左右，你睇下成條街好似靜英英咁樣，可能大家都已經一早返晒屋企休息。
因為維也納酒店並冇提供早餐，所以第二朝一早我哋就出咗去揾嘢食。酒店對面其實就係有一間 KFC， 大陸啲 KFC 好得意，除咗有雞之外，就係食粥同埋油炸鬼，非常之中國化。所以揾唔到嘢食，我哋一定會揾 KFC 或者 Pizza Hut。離開連州市揸咗1個鐘頭車左右就到達雲冰山，呢度就係雲冰山景區後邊嘅酒店。當日其實都幾凍，大約0度到2度左右。呢度嘅酒店提供咗獨立屋同埋唔同嘅房間可供選擇，環境都算幾靚。如果下次有機會，我諗我哋都會 book 呢度啲酒店試一試。離開咗酒店泊車位，我哋就繼續揸車，5分鐘之後就泊低架車喺雲冰山景區裏面。當日好凍，所以吸引到好多遊人上嚟睇冰。記得呢度泊車係唔使俾錢嘅。嚟到呢度周圍都係冰，真係一定多過香港大帽山。嚟到雲冰山，可能因為開始出太陽，所以啲冰其實都開始溶緊。我都唔講太多，等大家可以慢慢睇下咁靚嘅雪景。估唔到喺廣東省都可以睇到冰。由酒店區行到上山頂，大約用咗1個半小時。其實酒店同埋景區應該有提供接駁車，不過可能參觀嗰日我哋撞唔啱，又或者未識。下次有機會我哋一定會搭接駁車，因為都行得幾攰。嚟到山頂附近，周圍都係發電風車，所以都幾靚。嚟到接近山頂，其實景區有提供接駁運輸帶俾遊人可以坐喺度上山頂。呢度就係一腳踏兩省嘅位置。其實雲冰山山頂係位於廣東省同埋湖南省交界，所以上到呢個位其實就係等於一腳踏兩省。
其實行得攰就可以上落都用返佢嘅運輸帶。我為咗慳錢，我就俾屋企人上落用運輸帶，我自己就用腳行。樓梯中間其實都提供咗好多凳俾遊人去休息。
其實山頂仲有好多地方可以玩，不過由於我哋趕時間，所以上完山頂之後，我哋都急急腳落山。有機會我哋應該會再嚟多一次。由山頂行返去停車場都差不多要1個鐘頭，所以大家行路之前最好有心理準備。同埋，如果參觀嗰日大約預計會係0度左右，最好預備1套冰爪。
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，喜歡嘅話就請大家訂閱、分享同埋讚好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